今日我會做乜嘢？今日我有睇聖經同埋祈禱，因為呢個會幫我心理好多，同埋我係基督徒，好鍾意耶穌。之後我食早餐，同埋返工，係一個公司叫 Mind，佢哋幫人嘅心理問題好多，所以我想翻轉嗰度幫人嘅心理係，同埋幫佢哋公司養好多錢，同埋賺好多錢係。我覺得佢哋好，因為好多職員嗰度好勤力，同埋佢哋幫我好多係。點解我做義工？因為依家我心理好多，翻咗好多，所以而家做得好多嘢。我好鍾意學語言，同埋好鍾意同其他人幫手，係之後可以揾咗我職業教練幫我揾工作，例如揾工作係好開心，我揾工作，因為好耐冇做係，嗰度好忙，因為而家係星期五，星期五比較忙啲，因為好多人係返工同埋放工同埋放學係。為什麼我可以然後回家嘛？因為我覺得很好的東西，比如說我現在有多點的東西我可以做，比如說我很喜歡看電視看書，這個東西練習我的語言，很多中文和英文和英國手語，對，很好。希望你可以喜歡這個視頻，我可以練習我的中文，對，對，然後我看一個聖經的東西，一個本書叫以賽亞書，對，很有意思，因為很長，差不多是60的章，對，很好。然後我覺得我可以說很多東西，這個麥克風裡面很好，對。